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前邊就係飯廳，再前少少就係客廳，一邊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。出邊有個露台，我哋睇下呢度嘅景觀啦。咁係望住內園、針山同埋市景嘅。呢個廚房係緊廚，有爐頭、焗爐、櫥櫃、雪櫃。洗手間方面相當新淨，咁佢有企缸、洗衣機同埋掛衫嘅地方。第一個房間，我哋睇一睇窗外，就係望到呢個針山、大圍市景同埋內園。主人房左手邊可以放完衣櫃，右手邊放個大床，呢邊就係有個露台。我哋睇下景觀，對住內園、大圍市景同埋針山。